来这件有一位女骑士，今年的3月，伫宜兰大溪骑铁马经过路口的时阵，突然间自杀倒地，颔骨骨甲龙骨拢去伤到。伊指控就是路口排水沟的水沟挂空芳受大芳，害伊的情人去卡掉咧，才会连人带车摔着伤。全向宜兰县政府请求国家赔偿6700万。宜兰县政府讲，这个排水沟相关的设施拢符合着规定，拒绝赔偿。两骑脚踏车的人一前一后相对，想要爬行。头前这个查甫人顺利有骑过，不过后壁这个女骑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摔一个袂细的这个女骑士爬无啥会起来，车轮啊嘛落去，连去伫边啊才停落来。代志发生伫宜兰县大溪乡大运路甲运地路口，这个跋倒的姓陈的女骑士，今年3月早起骑脚踏车经过路口，指控水沟挂伤大芳，夹到伊的情人才会出意外，伊的颔骨骨甲骨髓顶有受伤。甲宜兰县政府请求国家赔偿6700多万。这个去桥啊，这个。哦，对，较早是规排嘛，因为迄种几公分，超2-3公分啊。啊，你捌相信讲之前迄个安尼有人啊，自安车安尼。迄轮啊，我都卡住安尼。快拆啦，锁无好，掉落，脑可能。宜兰县政府以设施符合规范拒绝国家赔偿。我们是按照公路的排水设计规范来设计，那也符合相关的规范。那格栅的这个间隙也小于3公分。小组做成拒绝国赔这样的一个决议。是讲有人确实伫遮受伤，县政府嘛赶紧改善。本来路面是规排水沟挂，这个空方向甲路段拢顺向的。后来中坡路面将水沟挂改做环的，双边机慢车经过的所在，这是控阿妈图加排水坑。嘛讲当减少车祸，县政府嘛表示讲有安排日常性的巡查，确保用路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